創業就業空間，同時深化民生領域嘅合作，讓澳門廣大居民受益。推進城市建設，2019年會繼續落實公交優先政策，持續優化巴士路線網絡，重整同埋完善巴士站點。受天鴿影響暫停運作嘅關閘地下巴士總站將於年底重開。的士服務方面，新嘅100部普通的士同埋200部特別的士，明年陸續投入服務，並會再公開競投150部普通的士，預計的士總數可以增加至2050部。輕軌建設方面，氹仔線將於明年通車，亦正在興建連接澳門半島嘅媽閣站，以及其交通樞紐工程，同時已開展連接石排灣嘅工程。另外，會探討